歡迎收聽渣打市場快訊。渣打銀行播客系列隨時隨地為你提供市場觀點同分析。歡迎嚟到渣打投資觀點。聯儲局恢復減息大局已定啊！第四季投資策略應該點樣配合呢？我哋認為主要有三大方向。第一，聯儲局減息將會支持美國經濟軟着陸。我哋預計聯儲局今年仲會減息2次，每次25個基點。出年有機會再減多2次息。除咗美國，多數主要經濟體放寬政策，都會帶動企業盈利增長前景向好。部分悲觀投資者認為美國政府可能停擺啊，股市估值高、季節性疲弱同投資者倉位擁擠都係風險。當然冇人可以排除短期波動或者整固嘅可能性啊，但係強勁嘅基本因素抵消咗負面情況。我哋繼續偏好全球股票同黃金多過債券同現金。第二，維持睇好亞洲、日本以外股票，受惠於美元疲弱同持續嘅政策支持，尤其係中國股票。印度近期調低銷售稅等嘅刺激政策，亦都幫助當地企業盈利增長觸底回升。我哋亦都將美國股票調高至到超配，雖然預期美元走弱啊，但喺人工智能行業帶領之下，美股喺上季業績之後呈現強勁嘅盈利動力。俾多個數據大家參考啊！過去40年，聯儲局有12次喺股市處於高位嘅時候減息，每一次美國股票喺之後12個月累計都係上升嘅，平均升幅達到1成4。第三，可以增持黃金。全球央行分散儲備嘅需求恢復，同美元偏弱帶動之下，金價有望繼續上升。未來6至12個月可能挑戰4100美元。今集時間嚟到呢度啦，感謝你嘅收聽。如果你對以上內容感到興趣，記住點讚同埋分享。我哋下個星期再見。多謝收聽渣打銀行嘅播客系列渣打市場快訊，詳情可瀏覽我哋網站嘅最新市場觀點，或者點擊描述內嘅連結。